4月22日，因特朗普正在研究能否免去鮑威爾的美聯儲主席職務，他還一再要求減息。芝加哥聯儲主席古爾斯比則公開發聲反對削弱央行獨立性，這些言論打擊投資者對美國經濟的信心。這些因素導致美元暴跌，並激發避險需求。現貨黃金週一暴升98.85美元，升幅2.97%，收報3424.32美元。分析師指出，特朗普言論引發三重擔憂：貨幣政策獨立性危機、白宮與美聯儲對峙加劇、潛在經濟前景惡化。此外，美國商務部針對進口的太陽能徵收新關稅。柬埔寨、越南、泰國和馬來西亞的全國性最終傾銷幅度分別確定為125.37%、271.28%、111.45% 和8.59%。此次確定的最終補貼稅率相較於此前初步稅率有所上升，由於貿易緊張局勢擾亂市場，削弱了人們對美元資產的信任，提振了一些傳統避險資產。流入黃金、ETF 交易所交易基金的資金以及央行的購買行為支撐了金價上升。今年以來金價每月都在上升。黃金最新技術分析：黃金日線圖顯示，金價交投在其所有移動平均線之上，這些移動平均線保持看升斜率。與此同時，相對強弱指數 RSI 轉為超買，表明黃金可能會回落。黃金價格的上升趨勢仍然存在，買家關注3500美元水準。假如突破該位，金價將瞄準3550美元關口。若黃金進一步走強，將進一步看向3600美元關鍵心理水準。相反，如果金價重挫至3400美元每盎司下方，第一個支撐位將是4月17日高點3357美元，隨後是3300美元。所有內容僅供參考，不構成投資建議。如據此買賣，盈虧自負。請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多謝收看。